翻嚟咗啫。拜見夫人。哦，你就係將軍信㗎嘛？你都知先識嚟㗎。點解尋晚約我個女去西廂啊？乜你咁冇人格㗎？哎呀，你而家仲攞勁啊？真係想逼死我啊！哎呀，你阿媽，周先生佢只知錯，所以不敢對你抬頭。我快擔小夫人，好把姻緣來承受。唉，記住成大錯，一於隨你哋所求。我觀音是夫人，你諗計都的確拿手啊！快啲點聲外母啦，仲要扣翻個腳啊！咪住，吹晒。我仲有啲問題要證明在後啊！你嘅罪名就有話良家閨秀，不過阿何，不過我咧就最有口齒嘅，唔係你哋以作階下囚。現在我唔講聘禮與嫁妝，因為我曾經許口啊，但要你功名成就，然後就要勾勾結連仇。謝夫人。